走，灰弹，哇，一体烧，一滴葱正甲卡拉配拉款。哦，真趣味。嘿啊，诶，这是哦，人会写好无？体烧这是写好来着。啊，伊主要就是，我感觉这一只我较介满意啦，因为伊有四个飞弹，伊有四支飞弹，蹭甲飞弹，一支个蹭甲飞弹，啊，搁有一个是个手弹无济，啊，搁有一个就是这嘛是大火球的嘛，哇，这其实足简单啦，只是看着敢若就其实嘛无啥。好啊，啊，伊个靠就是嘿啊，就是安尼，嘛无啥，就是共款物件，拢共款物件，伊甲真正迄种共款物件。你在看火球？爱放火球啊，对啊，所以有好，到空间当放。诶，火球当放无？哇，所以这要家己补充。诶，看觅我敢有法度放火球？啊用拼来就入哦，会去。使，安尼就当放，安尼当放。遮无话讲定啊，就是家己嘿啊，无坑楼啊，无放迄个有刀啊。的，好，有老嘛是刀啊，好啊，嘿啊，啊，搁哦，啊就是，再就是迄个嘛，Q1队嘛，这是迄个楼梯嘛，嘿啊，嘿，那个 Q 出去啊，楼梯啊，这就是迄个嘛，咱之前较讲过的款，哇，这就是会当去楼骹去，会当去楼骹看楼骹有啥物物件，就这一只落，嘿啊，这只是我家己发明的啊，伊敢法度家己过去？会使会使，哦是哦，安尼嘛，然后安尼就去。啊，哦，我好像我想应该试去，因为有一寡细节，我去等伊一下。哦，就是因为人通常拢是做滑的，你是做直的，哦，嘿啊，因为这是爬爬啦，要落去看涂骹，对啊。嘿啊，若所以算做安尼。若算直的，就是一直过去，永远一直向前行。哦，嘿啊，因因为为嘿啊较好做啊，一般嘛无遐济，因为你若是要栽回，你啊角度就济啊，嘿啊，我想我这算者，简单啊，嘿你讲，想着一个 Minecraft 的世界，毋过伊是直的对的，安怎个世界？ ，Minecraft 就是一直的有买无限的空间，啊，坏的拢是有限的。哦，我知影，迄人叫啥？哎呦，迄人。有啊，有人专门去翕迄所以拍迄所以网做有啊有过哦。啊。其实若是我都毋是讲是若是你控个伫汉人好啊，因为伊讲台文机基本上无好啊。啥物？就是你台六啊，台六做侪个有啦。吼，我袂因为是台六，我就对人。长山人，长长山，沙，系啊，我长即摆嘛会山，讲，再来讲长山，长沙系啊，讲嘛，我即摆有当时嘛是讲长沙。嘛有小妹嘛讲你讲长山，嘿嘿嘿嘿。就是你去死，啊，是安尼哦。因为吼，迄嘛是移民的心态，感觉讲会转去就代表已经死啊。毋过嘛是搁要转去迄个所在创啥？啊死搁要转去遐创啥？吼，对啊，应该迄是因的故乡啊。对，所以对啊，所以嘛毋是讲就嘛毋是讲，毋是照现代的讲法啦，对啊，就是我长沙这个我是有袂用，对啊，反正就是长山。系啊，咱家己小解。毋过嘛叫长山啊，敢嘛有安尼讲过。我有听过人讲阿山啊，啊，山啊，毋是是咧讲印度，现在哦，毋是，搞哦。阿山是咧讲外省啦。哦吼，诶，哦这哦，
顶悬阁有一个箱啊，就是我顶下骹有啥物，就是讲顶你水，你去怎样讲啊？探索敢足笨，探索啊，然后你就会当看到啥物，就讲这是啥物石头，啊，你就当遮就有一个箱，我会当互你加放一寡物件。这互我想到迄个青烟，就是一库足大库的安尼。啊，啥物货？你讲就是一个 anime 啊，就是一个漫画叫做深渊的所在，就是一个库足大库啊，一库足大库。基本上甲我拄则讲的 Minecraft 伫个是差不多概念嘛，就是讲有一个坑，啊，迄个坑足大坑，足深的安尼。啊，人就入去探索。啊个即代用足好用啊咧。我知影你咧讲啥啦。对啊。迄次我未看诶。对啊 ，Make in Abyss。应该是迄个汉应该是你是讲日本漫画？对啊，日本漫画。来自深烟。对啊。迄头烟也是烟。现在是烟，万重深烟。佫有啥子是烟，我毋知。就是烟啊，我毋知。但是你刚刚应该读远。哦。对啊，佫有我甲你讲一个，这其实那点物件量伤济嘛。你诶迄个叫啥？春秋家就就走袂叮当啊，嘿啊。嘿啊，考虑了一寡问题啊。啊，无反正是感觉讲，一只爱打点就可以处理。像这嘛，就是所以你比方讲，你直接可以偷卡啊，好，我就是讲起来开始嘛无。研究总是痛苦的，毋过讲起来开始嘛无3cm。迄个啥？迄个叫做感冒一点歌。是。讲破无简单。就这3项物件呢。对啊，后壁佫有做到对啊，就是讲要安怎为遮会当爬去顶悬，我会当，嘿啊，我会当，嘿啊，你看哦，我若是边啊，因为正常来看，通常伊会较是个，就是讲有当阵伊较会较是有一个，所以要安怎，遮会当跳起，啊，就是通有超过一格，超过一方啊，超过一方，超过一方，你就爱个迄个嘛，个说个。啊，一头，比如啥？我根本袂记阮阵个 Minecraft 讲啊安怎讲才会使。你个复习吧。对啊，你讲我佫想起来。迄是敢若是我去溪课诶。溪课？对啊，我去溪课，安怎讲较好？我嘛有啊，对啊，最主要是你甲我尔。哦。知。我感觉因也是惯势伫遮用汉语伫翻。对，汉语。也是。就对啊，中文伫翻啊。较似汉语是咱文化一部分啊，可对迄就是方言较有感觉。嘿啊。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。所以。较健康。我感觉当阵嘛是诚好诶，就是迄当诚好诶时，我感觉就是。因为有你甲我诶坚持，但是只有一个人，我可能讲话嘛毋敢较大声。哦。嘿啊，当坚持啊，嘿啊。勇敢。嘿啊，勇敢嘛。对啊。我即摆高单嘛是讲勇敢，我勇敢是讲我得。对啊。嘿啊，佫啊就是你通爬起，啊，爬起。哦。对啊。嘿啊，咱爬来上顶悬，就通检查一下，啥物货。啊，这顶悬这房仔就是互迄个，迄个箱仔莫互袂走，因为箱仔对啊，因为箱仔伫迄个空个内底是袂当锁叮当诶，只有存箱仔甲空车箱仔才通锁叮当，所以我用空车箱仔。
哦，家定位安尼放好，嘿啊，哦，对呢，嘿啊，安尼这样起，啊起了爱注意你点管，你四颗位也袂当扣掉，嘿啊，啊起了爱个问题表示伊挂落，好，嘿啊，啊你讲安尼起了，安尼了，若是无要用的时阵，你惊会挂落，当然这是你家挂落是嘛是有拍，你才有问会当。只有门甲伊动起来，嘿啊，这个机就简单，无啥好讲。门动起来，哎，平时也袂入去。了解。我感觉我做的物件，你即摆买块，就来讲真是，嘿啊，做的物件就简单，反正就是做家己欢喜的。是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在想探索是，但认真起是探索的，因为毋过其实我想要做的毋是较探索的。我原底要做的是希望会当甲甲迄个怪物送落去，就是讲你看正，我就讲想讲，安尼互固定伫内底，然后因着安尼做了，了咱别卡。会当很错，我着甲因这嘛，即个加下甲迄个涂骹嘛，安尼着当四界共拍。对啊，你若是内底有像我若是我就是迄个，计说讲我就是互阿友送来怪物安尼，落来时阵就会当像讲我是迄个单钱，我就当单吧。哦，我知影，叫我点嘛试足久，叫无成功，就是问题足济啊，所以我不要就放。伊讲会走出来，嘿啊，一个是会走出来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嘿，因为你边仔甲伊扣起来啊，啊，若是扣起来就不一定。伊就看袂着你，会扣起来看着你，就是看着你，啊，再来扣起来，直接你若是无直接用，你无直接用车动甲安尼用，你就需要搁较济物件来去，啊，你可能就是讲你无较济，就是讲因为春秋敢会当叮当十几亿，十里风一台迄个，好，十里敢若嘿啊，十里风敢若嘿啊，啊，个就是讲，伊若是迄个车档甲伊就会跳出来，因为伊会断，因为断就跳出来啦。嘿，因为伊是一个一个啊，伊对一个断出来啊。啊，个就是讲因家己会拍着家己样，就是足侪问题啊解决啊，所以我就放弃。我嘿啊，我本来是按讲一个探索台，一台探索啊，一台可以甲人拍安尼。系啊，主要就是因为我当阵是想个食，我在讲几，对，我咱拢知影嘛，所以讲，系啊，所以讲囡仔嘛会大汉，伊嘛是需要搁较济，早晚接触着啦，搁较济会当互因看的物啊，愈丰富愈好。对啊，因即马啊，这公司就袂拍嘛，公司就袂拍去迄种麦克诶装逼。无我讲你讲公司哦，啊，对啊，公司，所以这要家己做啊。哦，我想迄个乌头阿爸，哦，伊乌头阿爸有写一个吼，有写讲，若是假片啊，若是讲你是做无义的事，有写是正面吹讲的，伊会当拍5折，系啊。哦，毋毋过根本就毋免伊讲有做过啥物片，我毋知。乌托阿爸伊真正是做迄个台湾 VTuber 诶迄个行吧，起价开始做的。哦，是哦，伊是航吧哦。行吧是行吧。哦是哦，哦哟，啥物小做伊甲撇。哦，系啊，我伫咧想讲，这到底是毋是台语啊？发现讲更毋是台语。对啊，我看到你个找找见到。系啊，因为我想讲，这到底是台语啊，是毋是台语？Google 吹。发现讲哦，无，伊是翻译诶，迄个事项语，嘿，
较早是惊伊，因为我想讲这音应该是，敢是嘿啊，你迄看迄个音就讲是毋是台，有同啊吧？这种是我相信伊袂歹，我了解。嘿啊，嘿啊，伊袂歹啊，嘛就是你今天说，嘿啊，对，嘿啊，关心台湾未来前途坐袂掉啊，建构，对，嘿啊，我看着，嘿啊，我看着人即摆毋是拢会有足侪台湾人拢会。伊咧讲台湾是一个国家诶时阵，都会去中华民国国旗来讲，把伊诶护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啊。对，我知影，对因来讲，迄是一个，就是对因来讲，即摆诶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。无啊，迄就是无就是历史无学好尔。毋过，嘿啊，毋过就是，我咧想讲，这个感觉是毋是若亲像，我咧想讲是毋是若亲像，台语也有问题啊，最后搞无出来即个问题个。